很想家了啦。都兰很漂亮呢。哎，你们去过吗？火车站坐到哪一站？你说？哎，很聪明哎，都兰站呢？谁呀？都兰没有火车站啊，他坐到台东站转车，走一点点路就会到了。好，还在拐个，没有，平常不是这样啊，真的，平常不是这样啊。今天只是要当偶像而已啊。啊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事情总是会有好的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靠你们了。你们要应该联署不用花钱吧？不用哦，电脑 enter 就好了嘛哦。然后我爸爸是一个远洋渔船的船员啊，前阵子又去金门，然后去看我爸爸这样。啊，我很感谢我的家人啊，包括我爸爸，他跑船跑一辈子了，啊，也老了啊。我问他说：“你老了退休的时候想要干嘛？”这样，他说他不喜欢陆地上的工作，啊，因为他一直赚钱啊，家里有债要还嘛。我说你的儿子还不太红啊，慢一点退休啦。我会努力红起来。可是我还是很想知道我爸爸的梦想是什么。他曾经回答过我了，他说他想要卖把布。因为他很少跟人接触嘛，你知道，在海上船一飘就好久好久，没有什么讲话的对象，卖把布还可以聊聊天。没想到他儿子每天都在跟你聊天，啊，他一定很羡慕我的工作，不知道啊，可是他又说他不习惯陆地上的工作，然后这个疑问就放在我心中了。然后有一天刚好碰到一个活动单位，他们办什么梦想音乐节。他就问我说：“你说明你有什么梦想吗？”那时候我刚回来，然后中间就去金门，然后就去香港，然后又回来，终于回来台湾了。然后那个记者是电话访问，我突然想不到我的梦想是什么。我给他讲说，我想要买一条船送我爸爸。他说为什么？怎么呢？我说我爸爸不习惯陆地上的工作，要让他还是在海上的感觉。但是可以在海上卖把布，把布有没有在那个绿岛和兰屿港有没有把布？哦，那个记者笑翻了。我说我不知道哎，我只是想要做这个事情，但好像大家都觉得很好笑这样。哦，我试试看啊，我努力爆红，靠各位了。我的梦想是要买一条船，改装可以卖把布，然后唱这首歌，因为我爸爸跑船上远洋，献给各位。